喝水是不是？压力太大。哦，喝到水，OK， 好痛。是呢，上到水吗？对。上到水。好痛。就是阿爸是往下比较。刚刚是压后水哦，干嘛当痛？你懂有点水，我就知道好像，我好像快没救了这样子。我能够放弃吗？我可以不要吗？我真的好想哭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哦，我现在头还很痛。60岁哈，做的挑战那个极限哦，对我来讲的话，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鼓舞。不会，因为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，也让我们更有自信。要拜啊，两人的院长啊，韩国要跟游学姐啊，韩国明星姐啊，两人跟他哦，去做诶小美人鱼哦，小阿宽哦，自己想。好，准备哦，我来看你哦。觉得什么最漂亮？美人鱼。美人鱼，美人鱼很漂亮。你会想，哎，谁最漂亮？全部。全部。哦。宽度会讲多黑马嘅，多到哪里宽？哦。嘿，因为今天说实在很不 OK。好。里面感谢我们的教练，帮我拍的好美啊！很棒哦！阿勇学姐呢，穿的真的成果，就觉得很感动啊！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做到了。有满意吗？哎，去满意，去满意。啊，婷婷姐呢？很感动，哎呦，谢谢，让我们本来的吼突破唔敢接触的事，还敢去做美人，实在很强。俺讲的亚拜啊，挑战完成呢，然后有冇去发生的屯呀，看都会生命好，秀安的宝贝们，你们都可以，要努力，好吗？